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我回来了。乃梦，乃梦。 喂，爸，海宝，不好了，不好喂，了！你别哭啊，怎么了？孩子不见了。孩子怎么会丢呢？幼儿园刚刚打电话给我，说找不到孩子。行了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喂，南梦。你在哪儿？哦，我在车上呢。我临时接了个电话，去见一个比较重要的客户。办完事以后我就回去。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记得今天是你生日，礼物我已经买好了。那好吧，那一会儿见。晚上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孩子怎么会丢呢？我刚刚接到幼儿园的电话，他们告诉我闹闹不见了。我赶到幼儿园去找不到他，他们说闹闹在课间活动以后就不见，他们不知道谁把孩子领走了。然后呢？会不会是乃梦姐知道我们的事情，然后把闹闹带走了呢？不会的，千万别这么想。就算乃木知道我们的事情，他也不会去伤害孩子。乃木的为人我知道，刚才我在车上还接他一个电话呢。谁？该不会？谁？我不想了，我现在脑子太乱了，我现在找不到我的孩子。我突然觉得我是不该介入你跟乃梦姐的生活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先别着急，别哭了啊！着急，再好好想想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
这是我为你选的生日礼物。我知道里面是钥匙，也知道你今天去 4S 店买车了。生日快乐！和他抱在一起，感觉好吗？那么，你听我说，爱宝的孩子丢了，我过去只是为了跟他找孩子，还有，我能对他是想安慰他。我们离婚吧。你干嘛要这样呢？你干嘛要那么傻呢？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那个孩子是你的吗？这里边很多事情一句话说不清楚。那么，能不能给我个机会，我好好解释给你听？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什么都不想要听。那套房子是你给他买的吧？家也是一起布置的吧？我离了婚，什么都不要，我就要他那套房子。爸，你放心，南梦觉他一定会没事的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他怎么那么傻？他干嘛要做这种事情？你跟我去死！错的是我，是我错。是我的错，我是第三者，是我害了南梦姐。现在躺在里面的人应该是我才对。我说什么呀？好了，你先回去，这有我。我想等南梦姐醒过来再走。不用了。我想要等啊！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呢？啊！
走吧。如果他醒过来看到我们俩在一起，我不想再刺激他，知道吗？